大埤风田社区结合着台湾交响乐团举办食肉粽音乐会，在地是大包肉粽，逢食免钱的，都会当欣赏到打击乐团的表演，现场是热闹滚滚。 好听、够活力的音乐声，互现场是热闹喷喷。一年一摆的五日节特别来咯！大埤风田社区结合国立台湾交响乐团，举办第个五日节食肉粽的音乐会。足感谢咱馆长吼，有互咱这经费，好咱办这个这成功的这个音乐会啦吼。 另外，为着这摆活动，在地乡亲包1、2礼拜肉粽，准备5000粒要送予来参加音乐会乡亲。肉粽达5000粒，咱来感谢咱所有的志工，所以讲咱无外交，就是拢咱的志工，大家凝聚力强。 风田社区发展协会自民国89年成立到今，借社区营造改善社区环境。大家哪听乐团的表演，哪食是大人包的肉粽，欢喜迎接一年一摆的五日节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